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问题。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咱这个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内底的画面，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给大家听。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桃园市的碰刺阿姨甲伊的囡仔阿君。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甲囡仔讲母语，甲父母话传落去。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大家好，我是碰刺阿姨。大家好，我是阿基。阿基，今日咱要来看这幅图，你看到啥物？我看到一个妹妹，伊咧做啥物呢？牙膏阿弟，伊是安怎牙膏顶？都按面膜，暗暝蒙，你平常时暗暝蒙敢会牙膏顶？袂当时会牙。元宵节，伫咱台湾啊，元宵就是上元节，就是三界公的生日咯。啊，咱拢会牙膏顶啊。啊，这囡仔牙膏顶啊，伊后壁佫对啥物？你敢有看到？食狗，食狗吼，伊画乌色的暗暝蒙是毋是？这个所在暗暝蒙是暗时。对，伊这个佫有一个除了膏仔顶，你敢有看到别个光光的物件？电火，电火，伊就是有一支迄电火条啊，你知影无？电火条啊，顶管有电火，当时这电火的光啊，暗时，日时的时阵，大家行喺路的有日头嘛，毋免开电火。当暗时的时阵，就爱笑路，对吧？就需要这个电火，所以有这个电火较安全，对吧？对。过年通常就是2、9暝，就开始食好料的啊，分红包啊，对吧？正会初一啦，一直到正月15，这就是咱的一个过年。正月15过了，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过年就结束啊，大概就是开始要转去较早的人啦，可能就是去上班啊，还是要去倒位，拢会离开厝的，佮开始去外口做工课。咱台湾除了元宵节，除了牙膏啊、顶药米菜嘛，佮有足侪个所在，有足侪活动的，你敢知影？你敢捌听过？无听过。无听过啊？若是有机会，妈妈带你来去，咱住伫鼓山嘛，那伫迄台北，伫迄新北市，迄有一个所在放天顶，你知影无？知影。伊伫遐放天顶就是会甲一个物件嘛是放去咧天顶安尼一个祝福的意思。佮有伫咧南部嘛有一个元宵节的活动，就是盐水遐台南遐有迄个蜂仔炮，你知影无？你敢捌看过？无。迄蜂仔炮伊就足侪迄个炮啊会动做安尼射出来，安尼冰冰冰冰拢是雾安尼看起来足刺激的迄足特别的这幅图啊，就是伊行这暗暗的这个花灯啊，这个巷仔路啊，所以足特别的。你佫有看到伊是用啥物方法来画这个暗暝蒙的感觉？敢若山洞诶，山洞还是崩坑？崩坑是毋是有线条乌色白色的线条？伊安尼一条一条画起来，互你感觉是安怎？暗暝蒙，看起来暗暝蒙是吧？你敢有捌做过歌丁？有啊，是啥物时阵？去上课诶时阵，教你做诶。对。你是用啥物做？较早诶人就是用滴蜡机啊、滴笔啊，先做一个圆圆诶。高仔顶才搁外口糊纸内底放蜡烛，嘛有古早嘛有人用木林管啦，还是用一寡迄落像菜头啦、金瓜一寡咱伫厝诶有法度摕到诶物件来做，简单放一个蜡烛做高仔顶，因为较早诶人较无
较无钱嘛，对吧？啊，就是用伊会使摕到的材料就来做糕仔丁。啊，你去学校老师会帮你准备较方便的材料，教你做糕仔丁，对吧？啊，较早的人是用蜡烛，啊，恁是用啥物？迄个电火烛啊，对吧？吼、啊，斗电池的，吼、是较安全嘛，较方便，对吧？因为较早的蜡烛啊，爱点火，惊囡仔会去烧着，对吧？吼、啊，所以这嘛是时代无共款，有一寡物件嘛无共款。啊，看这巴肚，你就会有机会，咱元宵节你就知影，咱元宵节会使做啥物。看这巴肚了，你后摆你元宵节你会知影，咱会当做啥物活动？算啥物啊？糕仔丁。对啊，牙糕仔丁。若有机会，咱就斗阵牙糕仔丁去外口看卖，好无？好。再会。台语好保守，咱着加减扣，扣若会招着，较好扣选择。台语好保守。今仔日的绘本故事主题是元宵节。元宵也有一寡不同的讲法。这部说落去，咱邀请嘉义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解。元宵，元宵当然是汉人共同的节，咱嘛会使讲正月半、上元节、上元、元宵雨，千人落。元宵若落雨，会众人艰苦，就是会担心。灯笼，咱当然真简单讲糕仔丁。游子，咱讲出外人，出外人毋是离开厝的人尔，出外人是离开即个故乡即个所在，毋是敢离开厝或者出外人。袂过乌水沟，无算出外人，咱就知影出外种远的吼。咱知影自古以来，汉人把家己当作世界中心，所以拢习惯用欢来称呼外来人事物。所以台语内底都有真侪甲欢有关系语词。欢啊，咱长山过台湾，甲内省甲台湾的原住民直接，原住民足直，台湾人汉人较干巧，所以。都叫番仔，番仔走入来台语词内底，番仔木瓜、百香果、番仔火、番仔火鸡、番仔正、番仔田、番仔字、番仔花、番仔豆、番仔刺、麒麟花、番仔油、番仔油丁、番仔糕、番仔滴、番仔花、番仔丸、番仔衫、番仔头、番仔草柑仔、番仔粿、番仔菜、番仔蚵。番仔饼、番仔老、番仔葱、番仔烂趴、百香果、番仔丁、番仔番薯、番仔姜、番仔姜酱、番仔丁、番仔芦花，番仔有够济。这其实拢毋是汉人本身的物啊，拢个叫番。番仔油像番仔油，咱本来就无迄个物啊。俗语讲，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邻就是咱台语讲的厝边，台湾人的厝边嘛有几多种无同的讲法。厝边其实是所有的人，若要住一定拢有厝边较济啦，除非你住伫深山内来吼。所以厝边华语讲邻居，咱是做一种讲法，厝边头尾，大济毋着爱。行厝边头尾，厝边是厝边兜，偏偏厝边兜啦，莫安尼啦。厝边隔壁，厝边就隔壁，佫会顶头，做伙讲厝边隔壁毋就较好咧。厝边头尾佫会加一个厝边骹兜，偏偏邻居，咱就这一种讲法。迄个语言的历史愈久，
同义词当然愈多，语言的历史愈短，伊的同义词就愈少。我会估计台语词上少超过20万，就是正常日常咧用的，毋是讲古早史。迄是一竿山平平一个词，咱会当讲一大堆，无共啊讲法。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影闪闪，无树山孤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